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各位万城里的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莲雾。这一集呢，咱要来讲一本册。这本册的名叫做华语叫做《门牌下的真相》。门牌下的真相。这本册呢是咱万城读册会旧年读过的一本册，我感觉真趣味嘛，真好读。而且呢，内底拄好有几个章都和这个转型正义有关系，拄好就适合伫咧这个28的这阵仔来讨论，所以我就想讲呢，咱这集就来讲这本册。虽然讲这本册内底有讲到真侪转型正义的所在吼，毋过这本册伊其实就是咧讲自己，伊毋仅是讲政治，伊嘛讲社会，嘛讲哲学，伊是用发展、起源、政治、种族、阶层和地位这几个角度去看地质这个物件和人之间的关系。我真介意讲伊逐部分呢，拢有2-3个国家来做讨论，有的时阵伊佫会拖出去，到其他有相关经验的国家来比较。而且伊逐段要开始讲一个国家是城市的时阵呢，就足像咧写咧旅游文章共款，写伊拄到的感觉，看到啥物人，拄到啥物人，听到啥物声，闻到啥物味。我感觉伊这其实就是一个背景的介绍，伊安尼讲煞了后，你规个画面就出来，就感觉我感觉讲伊嘛是真适合去写电影的卡本安尼。对。讲转来到这本册的内容吼，上头先伊是先讲人一开始是安怎有需要地址，看这地址这个词是倒位来的。英文的地址是 address， 上头先的这个词呢是用伫咧瞄准，还是引导，还是讲有演说，还是指示的意思。咱常常咧讲吼，咱要 address an issue， 这就是伊较早期的互使用的所在。address 这个词要互用在做这个地址自治的这个时阵呢，是要到18、19世纪啊。这个词的意思的改变呢，其实就是咧讲这个街仔路的号名，其实是和权力、权势有关系。街仔路的名和身份的认同、好野和善食和种族有关系，所以街仔路的号名的这个权力、写历史的权力，什么人会当去决定？什么人决定？决定这对什么人是重要的，什么人是无重要的，佮有决定讲街仔路的名是安怎有重要的权力。这就是会当看出讲一个地区伊的权力中心伫倒位，什么人有会当把握这个权力，佮是这个权力的中心是为倒位刷过来倒位的，将来要拖去倒位。佮转来讲，人是安怎要需要地址呢？就是咱之前嘛有讲过，讲伫咧无家者迄集有讲着讲有地址的好处，就是比如讲你会当申请补助啦，会当看医生啦，囡仔会当注册学校，会当去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会当开银行的口座来接受补助。这伊伫即个印度的例内底有讲着。除了这以外呢 ，World Bank 世界银行伊咧处理即个开发中世界经济成长足慢的因素之一的时阵，就是嘛是因为即个土地的所有权无稳定，意思就是讲，你一个所在你若是无即个房地产所有权的中央化的资料库，你就因发现讲安尼的状况之下呢。你若是有地址，你毋仅是会当促进即个民主政治，
嘛会讲提高即个治安，互你的治安较好。啊，嘿，因咧研究即个时阵的时候发现的。煞来呢是你的水电公司嘛较好开始维护你的基础建设。而且呢，因咧发现即个房地产所有权的中央化资料库的时阵呢，发现讲，即个地址呢，含收入有正相关的意思是讲，你有地址的所在的地区，你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比无地址的所在佫较低。伊的册内底有讲到，全世界差不多有70%的所在是无有路用的地图啦。意思是讲，你要去遐找人，你可能要用问的，因为伊遐可能无一个有路用的地址，互你才能找着人。遮的所在呢，伊拢会是通常拢会是上产者的所在的地区。过来是因为即个公共卫生其实跟地点就有关系，所以你无法度去定义你的位置的时阵呢，你伫什么所在的时阵，就足够爆发即个流行病。因为医生爱知影讲倒位会啥物人发病啊，去看因伫地图面顶的所在，来较决定讲安尼可能是因为啥物物件来引起的即个流行病，只是用啥物状况咧拖出去的。伊用的例是一个伦敦进前的例啦，就是迄当阵咧流行霍乱，逐个食物件食到落屎，落的就死去啊。一开始因当作是善食人才会破病啊。毋过即个医生伊感觉毋是伊就开始去画图，画讲倒位有人发病，啥物人有，啥物人无，啥物人住伫同一间，啥物人无。最后呢，发现讲其实是有一口水井，水井内底有即个病毒，才会所有啉遐的水的人拢破病。哇！所以才会讲，你若是无法度定义你家己的所在的时阵，你就无法度去控制即个流行病。因为你无法度去找着原因。对，这是有自己的好处。后壁以即个维也纳来做一个例，来做另外一个解说。门牌号码呢是即个启蒙运动时代一个重要成就。迄个时代的人就看重科学理性，所以当时的女王呢，伊就用门牌号码来调查人口。伊就查出来讲，倒位有查甫的年岁有够未去做兵的，会当就可以会当去掠去做兵，去小战。英国人呢，伫迄曼哈顿，因嘛伫遐甲伊遐的厝来编号码。这是为着啥物呢？为着去追查即个革命的人。因为迄当时毋是迄当时是啥物革命？就是美国人要独立的时阵嘛。对。对啊，你有你的厝有号码人才好查你的水表啊。查水个真的呢。对。所以呢，伫遮个例内底，就是咧讲，你有自治了后，等于是你入去了即个统治者的系统内底，你会当互管理啊。你开始要6岁啊。你有头前迄段遐的权利，你即摆嘛爱来尽你的义务啊。所以伊上头前有讲一个例，就是 West Virginia，美国有一个州，遐的人因就无愿意有自治，因就甘愿大概有人要来，拢爱用问的，讲迄个姓陈的因兜是伫倒位，搁一个，你就看到一张树了后，你就爱倒挖过来你看到一个白色的厝了才正挖，用安尼讲的。因就甘愿安尼，无想要有自治，因为因无想要互政府管，因想要有家己的自主权安尼。所以这是地址的意义啊。伊后壁呢，其实有几落段拢咧讨论这个议题。嘛是我感觉跟台湾就相关的，会当跟台湾的例来做讨论，就是讲街路的名，正做一个纪念碑。
哦，对，因为伫18世纪之前诶，迄当阵诶人咧甲鸡仔落号名，拢是比如讲因看着啥物，比如讲以英国诶例，就是即条鸡仔路内底拢是咧卖芳诶，伊就叫芳鸡。啊，即条鸡仔路若是拢咧卖鸡，伊就叫鸡鸡。啊，即条鸡仔路内底若是拢是人讲迄落叫什么查某囝哦，豆腐豆干厝，伊就叫豆干鸡安尼吼。对，好啊，即摆呢讲以上头先讲着例，就是法国大革命。啊，迄个时阵 French Revolution， 啊，迄个时阵的革命人士呢，伊想要推翻即个王室，拯救法国，因想要用即个启蒙运动的理想来重新创造法国。因想要改变因的历法，吼，啊，想要用改变即个笑刀枪，就是华语讲的度量衡，吼，啊，甚至呢要改变因的枪策。啊，毋过呢，因迄个时阵佫有想要安怎呢？就是因要甲规个巴黎拆互清气、中气，因为迄个时阵的巴黎已经足老啊，伊拢是封疆啦、教堂啦，啊，即个念鸡仔路拢是红色的一个气味，吼，拢是 Royal Family 的迄个气味，啊，所以因本来就想要甲遐个物件拢拆互掉，因为因的 revolution 就是要推翻王室嘛，因都无想要留遐个物件，啊，毋过伊后来就决定讲呢，因要甲巴黎换牌啊，就是讲我遮个物件我拢甲留落来，啊，毋过呢，咱改啥物呢？咱改变人去设想、去理解、去使用遐个代志、遐个物件、遐个建筑的方式，甲遐个建筑呢变做是公共性的，啊，而且呢，甲重新号名，啊，甲某一个物件号名的即个过程诶，就是伫咧主张对即个物件诶权利。对，所以我感觉讲，比如讲，迄个时阵淡水边甲即个中正纪念堂改做自由广场，这就是咧改变人去设想、理解、含使用即个物件的方式。伊甲即个建筑呢变做是公共性的，以后咱少年人会当伫遐抗议、抗争，会当伫遐真做，系。啊，而且伊安尼是甲对即个所在的权利甲摕倒来啊，为即个独裁者的手中甲摕倒来啊，系啊，所以讲起来法国大革命，迄个时阵呢，因佫开一个新的风潮，就是因用新的名来定因新的意识形态。啊，所以比如讲啊，啥物自由啦、平等啦、博爱啦，啊，所以迄个时阵呢，世界各地即个革命政府呢，因拢足兴来改变即个鸡仔名，来摆脱旧的政权安尼。啊，伊即马即有讲一个就趣味的，较英国有关系的小故事。伊朗吼，Iran 因为因足怨恨即个英国诶，所以呢，伫即个英国甲Ireland 的冲突内底呢，因是支持即个 Ireland 的共和军，就是咱咧讲的 IRA。而且 IRA 有一个带头的叫做桑德。桑德呢，伊过身了后呢，有一群伊朗的囡仔为着要报复英国，因就去甲英国的大使馆的迄条路的路牌啊，本来叫做 Churchill Road， 丘吉尔路，啊，因就伫迄个路牌啊面顶呢，搭一张纸甲砍起来，啊，写 Bobby Sanders Street， 变做桑德街安尼。啊，后来呢，竟然大家就开始叫伊桑德街哦，安尼舞到最后呢，英国呢，伊的大使馆呢，只好为另外一边去开一个出口，去为另外一个出口出去，啊无大概呢，因若是要讲自治的时阵，都爱摕着即个因的即个死对头的名，所以呢，这嘛是对，啊，这嘛是一个真好的例，就是你即个鸡仔路的名，慢慢啊变做一个纪念碑。对，啊，
伊嘛讲着一个德国的例，就是恁大家拢知影纳粹嘛，纳粹因伫1933年的时阵呢，因就甲德国所有的城市、庄仔、町仔，拢所有的所在就对啊，拢有即个以Hitler做名的咯。因为纳粹因知影讲因安那会当用家仔名当做因的宣传的工具。伊知影讲你人咧讲即个家仔名的时阵，你无需要思考，而且呢，你逐摆要指路、要写批、要写啥物申请表，恁拢一定要用路的名。所以呢，这等于是啥物？是国家甲即个名踢伫你的喙内底。啊，人民就安尼互人洗脑去啊。对哦，真的。对。我感觉伊即个纳粹即个 Hitler 的路啊，就是咱台湾的中正路嘛。对。对啊，因为纳粹 Hitler 就介绍，对，就是甲纳粹 Hitler 共名的，对啊。对。咱这是来讲台湾转型正义的所在，上有名就是你头拄仔讲的自由广场，是真正的中正庙。啊，佮有台北的凯达格兰大道，真正是介寿路。我是讲我是查了才知影是为什么叫介寿路，伊的意思就是介绍万寿无疆。你有够惨的。有够恶心的。系啊，毋过我感觉因为这是淡水比做市长了甲改的嘛。因为咱拢毋是台北人，所以我有印象中，我知影即条路都一直是凯达格兰大道。真正我拢完全毋知是叫做介寿路。其实要转型正义的有足济啊，毋过咱才是来先讲路名。讲我是网络伫厝的时阵，到2023年初，台湾阁总共有311条中正路。台南就有38条。真的是台湾第一。我看这数字，我有真惊到。你知阮台南呢？台南即个中正路，感觉是怎做喊的？毋过我咧想，应该是逐区拢有一条中正路。我感觉嘛是因为安尼，所以台南当地有人伫发起讲要移除中正路的人数。讲即个人数爱超过1/5的人签，才会当改。毋过因开始，反正就是有人开始做即件代志啦，希望会当成功啦。伫台南上有名的，就是嘛袂当讲上有名啦。阮有几来位市长吼，就是就任了后，因就开始伫小可改一下家路的名。像伫2012年4月时阵，台南市长就是迄当阵的台南市长就是蒋写准总统赖清德，伊伫迄个市政府头前的东铁街甲西科街2条街名改做南龙大道。就是咱所知影迄个地南龙。希望市府当然了解民主自由的可贵。嘛希望会当互市府当然知影讲，市民是头家，每一位市民拢有100%的言论自由。伊希望就是即个价值会当定根伫即个土地身体伫人民的心中。我感觉这是真正，就是你若讲你要介绍啥物的时阵，还是你要带囡仔去熟悉当地这啥物路名的时阵，拢是做好一个机会教育。我感觉是。对啊，这是真正爱做的啊。系啊。对啊。阁有伫2022年的时阵，阮台南市长有宣布讲，甲中正路改做通德中大道。我伫查遮的资料时，我才发现讲，伫1997年甲2014年，这尾20档的时间，伫遐有一个叫做通德中纪念公园。伊迄内底就介绍。甲通德州的东上是同齐存在的。你毋觉这口水吗？系啊，要吐啊！真正做想要吐。毋过伫遮，我想要讲一个，就是
为什么有这个我头拄讲的通德奖纪念公园？因为进前迄当阵是和国民党改做民生乐园，嘿，是伊伫1997年台南选着第一位民进党市长，伊叫做张灿宏。伊就任了后，伊就甲国民党号的改掉，改做通德奖纪念公园。嘛伫遐插伊的铜像，这嘛是为什么有2个铜像的同时存在。为什么要做这件代志呢？就是因为伊伫国校5年的时阵，伊亲目睭看到国民党处死通德奖的过程。哎呦，系啊，佫不准伊的通德奖的夫人伫遐甲收尸，所以伊迄个夫人敢若会当伫遐伫边仔哭安尼。我感觉真正是愈找愈讨厌国民党诶。对啊，真正足生气诶。佫有你甲我分享五凤乡改做阿里山乡诶代志。才真正知影讲，逐个转型正义诶背后，拢有做数人艰苦诶代志发生。伫遮就是我小可讲一个为什么要改名，因为因伫差不多1984年诶时阵，原住民运动就开始啊。所以迄当阵就小可有人伫反对牛凤诶行动。嘛有足侪原住民诶族人要求要改名。毋过真正有即个基因互因改名，是因为伫1987年诶时阵，有一个原住民诶少年童英生，因为互伊诶头家压迫甲挡袂牢，愤怒之下去甲伊杀死，甲伊规家杀死。杀死了呢，伊就去自首。佮因为自首，伊讲吼，我知影我做了无好诶代志，所以我愿意接受制裁。就安尼，就是伊是自杀死诶吧？我袂记是自杀诶庆啥。就是因为即件代志，就互足侪原住民佮有其他诶知识分子开始有觉册，开始伫讨论即个五凤神话对即个周族诶歧视。所以1988年有一群原住民诶青少年，甲即个林中正牧师甲黄兆凯遮诶人率领去迫害嘉义火车站诶有凤铜像。佮一寡运动，则伫1989年正式改名为阿里山乡。嘛是真无简单诶。系啊，对啊，我感觉这就是阮讲拄则讲过，就是这规个过程，伊是转型正义一个部分，嘛共款，就是甲即个号名、即个权利摕转来人民家己诶手头。就像市长讲诶互逐个市长知影，人民拢有100%言论自由。嘛，市民是头家，就是人民是头家哪有权利会当去做遮诶代志。对。讲到五凤乡改做阿里山乡即件代志，我阁有找着另外一个，应该大家较无啥知影，有一个高雄诶三民乡。伊是较对啊。雾台。对，伊甲台南诶南溪较遐，伫较山区啊。嘿。伫2007年诶时阵，即是三民乡公所主动甲代表会提案要恢复因诶传统名称。即个名称就是那玛夏。因为为什么要号做那玛夏？是因为伊迄个族是叫做卡纳布。嘿，即个族呢，伊有一个传说，就是有一个少年人，伊为着要救全族诶人，全死去。伊诶名就是叫那玛夏。我毋知影这是一个人名呢。系我嘛毋知。就是真正拢是找才知啊。对啊。我感觉，我就是查遮资料，才知影讲，咱人真正袂当用感觉去准。你真正去查，你若听着啥物，你真正家去查去找资料。才有法度去了解即个真正诶历史，伊背后诶故事。对。伊即本册内底就讲着讲，你号即个名是会当，你毋领是讲即个号名诶权利会转移，
你号名了后，你嘛会改变人的态度。对。毋过我感觉是真诶啊，因为我本来嘛袂去想讲要去找遮诶物件。你若我感觉若转型正义，真正有做到了后，你以后要去教你诶囡仔，你就有搁法度较深入诶去甲伊讲遮诶当地诶历史。因为像我诶囡仔，因才是一个是国小1年甲3年，毋过因学校就开始伫教讲，因学校开始为出发点，伊边仔诶街仔路有啥物，伊遮附近诶有啥物历史，伊即间学校是当时起诶，伊边仔有啥物物件，伊个会甲逐个囡仔诶住址用 Google Map 去查甲伊印落来，互囡仔知影讲你住伫倒，甲即个学校诶距离偌济，伊边仔有啥物物件，伊边仔有啥物历史还是啥货，因拢会甲囡仔教。对，这就讲我感觉是讲安尼另外一个囡仔台湾的问题。才会爱即个所在啊。对，因为台湾的地名拢是一直互人改的嘛，日本人来个改一个名，后来国民党来个改一个名，因改的名可能拢含即个所在无啥物关系。对啊，你就会失去迄个名，就无迄个意义啊。对啊，比如对啊，讲，着高雄，比如讲有铃仔寮啦，还是讲即个新大港啦，还是讲迄个湾仔内啦、腊八底啦，遐名拢是有意义的，拢是比如讲含遐的地形，还是讲遐有诶物件，还是讲原早诶即个产业有关系。你若甲迄个名摕掉啊，就无意思啊。真诶，无真诶。迄所在啊，嘿啊，对啊。等于是讲你诶历史规个糊掉安尼。对，无错无错。所以我感觉转型正义真正是足重要诶，是。对啊，进前我感觉讲，逐个台湾要改即个路名诶时阵，逐个拢有足济意见诶，嘿。真诶。嘿，逐个就开始算，比如讲，讲即个你改即个名，你不如去，因就开始算讲，安尼会当换偌济营养午餐啊。但是但是讲即本册就是教咱去思考讲，其实即个名伊毋也是一个名尔，伊后壁佫有足济意义诶。我感觉因遮人真做讲咧，伊甲遮个名若改转来了后，咱佫较好去做迄个观光发展。讲为虾米即个名要安尼号，遮背后诶历史是啥货？对啊，其实我感觉咱诶转型正义若是做到有够诶，嘛是会当做观光发展诶。对啊，对啊，因为你变做是一个有故事诶所在啊。无错，系啊。对啊。我想要讲一个，就是台南诶中正路，毋是改做通德种大道嘛？毋过伊诶牌仔下底，伊佫有一个甲空开讲是原中正路，所以就有足济人，人伫遐伫骗想讲，伊这只是做一半嘛，转型正义做一半。其实我有诚小可会当理解为虾米要安尼，就是你无法度互全部诶人一时就接受嘛，有诶嘛是外口来诶，伊可能敢若知影中正路尔。我感觉爱有一段时间互适应怪则个迄浮掉就爱看讲因到时会去甲迄中正路改掉诶。我感觉这其实会当看即本册，伊内底有讲到即个南非诶例。南非因其实嘛是多元种族，因有迄个啥物 Africa 嘛，就是迄当阵因叫啥荷兰人去到遐，因就有小可亲像，我感觉因含迄个1949年来中国诶即个移民有小可像因来了后，因是互等来食诶嘛，毋过因来了后，因是占足济好处诶毋过因其实你去，我即马是无啥物时间会当讲迄种，毋过大概若是有用，真正爱去看即本册诶即个南非诶即个部分，真正因讲即阿非看因咧讲足济话，拢含国民党咧讲诶话，真正足像。
对啊，毋过南非伊有一个困难，就是因的种族足济，所以因有足济所在，比如讲甚至是即个路名改名的所在，因嘛无法度有统一的讲法啊，甚至是黑人本身。本地黑人也是有色的种族，因可能嘛无一定会支持改名这件代志。啊，伊后壁当然是有足侪复杂的因素。啊，我感觉讲对啊，咱就会当去看因的安那来参考台湾的状况安尼。我感觉是因算是无成功的迄个例啦。啊，毋过我感觉就是看人啥物物件、啥物所在。会当改善的，咱看啥物所在会当用伫咱的自身的经验安尼。毋过我感觉台湾应该是会当成功啊，因为迄台北迄条路遮有名，我都拢袂记是伊早叫啥名。哈，对一个？对，总统府头前迄卡卡塔加兰。卡加兰，嘿，卡塔加兰，对啊，迄介了，你想讲咱台南人，伊知影伊早叫啥名嘛？毋知拢敢来知影伊叫卡塔加兰啊？系对啊，对无？对啊，对啊。好，安尼今仔日时间嘛差不多啊，这就是咱即届的讨论。感觉即本册真正推测，大家有兴趣会当去看者。你讲害我想要看啊。伊内底其实嘛讲到真侪英国的部分呢。因为英国是统治者嘛，对啊，所以因伫无共的所在嘛有无共的即个政策啊。煞来是英国最有名的是咧 postcode 嘛，postcode 真正最好用诶。小辉伊真正是一个什么啊 GPS 你定位的定位恁兜诶，会当甲里面解说一下，因为咱即马台湾的即个邮地区号是3个至5个号码嘛，啊，毋过大部分的拢用3码嘛，就是比如讲三民区就是807啊，大安区就是106安尼，啊，毋过你迄敢若有会当定位到区尔，啊，区了内底几千几万户，你嘛是毋知伫倒位，啊，毋过英国因发明的即个 postcode 伊是6个至7个，有英文字啊嘛有数字啊伊。加做伙，啊，伊的定位会当定位甲上济，我会记得是12户，所以你通常你就是对，嘿对，通常你问讲你住对，你互伊 postcode 了后，你就可以你的几号，恁兜几号，你连迄家路的名拢毋免互伊，你讲阮兜1号伫即个 postcode， 安尼伊就知影恁兜伫对啊。对。真正足利便呢，真正足恐怖。伊内底有讲即个 postcode 是安那来的，啊，对英国产生啥物款影响？个英国的邮政的一个改革史安尼，我感觉也真趣味，大概真正有用，咱来看这本册。好啦，安尼你佮甲大家介绍这本册叫什么名？叫做。门牌下的真相，门牌下的真相。阮这无业配哦。对。感谢各位，感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再会。油啊清芳过一阵，青菜水搁青。人内底落水客，参农民徛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烘茶。落水客，请人客，上新起的土地。油啊清芳过一阵。